耶穌睇見咁多群眾，就上咗山。佢坐低之後，啲門徒就嚟到佢面前，佢就開始教導佢哋話：自知心靈貧乏嘅人有福啦，因為天國係屬於佢哋嘅；悲傷哀痛嘅人有福啦，因為佢哋必得安慰；溫柔嘅人有福啦，因為佢哋必承受土地；飢渴慕義嘅人有福啦，因為佢哋必獲得滿足；有憐憫心嘅人有福啦，因為佢哋必蒙上帝憐憫；心靈純潔嘅人有福啦，因為佢哋必得見上帝；使人和睦嘅人有福啦，因為佢哋必稱為上帝嘅仔女；為義受到迫害嘅人有福啦，因為天國係屬於佢哋嘅。如果你哋為咗我嘅緣故俾人侮辱、虐待、中傷、誹謗，你哋就有福啦。你哋應該歡欣快樂，因為你哋將來喺天上必然會得到大嘅獎賞。唔好忘記，以前嘅先知亦都曾經同樣嘅遭受迫害。你哋係地上嘅鹽，如果鹽失去咗味道，又點能夠令佢再鹹呢？結果冇用啦，只好被人丟棄踐踏。你哋係世上嘅光，建喺山上面嘅城係唔能夠隱藏嘅。啲人點燈係唔會用器皿將佢罩住，而係放喺燈台上邊照亮全家。因此，你哋嘅光亦都應該照耀喺人前，好讓人睇見你哋嘅好行為，就將榮耀歸俾你哋喺天上嘅父。唔好以為我嚟係要廢除律法同先知，我唔係要廢除，而係要實行。我實在嘅話俾你哋知，天地終有窮盡，但係律法上面嘅一點一畫都唔會廢去，而且必定要一一實現。所以任何人就算廢除律法裏邊最少嘅一條誡命，同時又教導人哋仿效嘅，佢喺天國裏邊乃係最卑微嘅。任何人遵行呢啲誡命，又教導人哋遵行嘅，佢喺天國裏邊必被尊崇。我警告你哋，你哋嘅品德行為，如果唔比律法教師同埋法利賽派嘅人好嘅話，係絕對唔能夠入天國嘅。你哋曾經聽過對古人咁講：唔好殺人，凡殺人嘅必須受審判。